我相信做侪少年仔唔知影这项物件要安怎叫，对吧？叫做一支棍啊，当做两节棍。水啦，恁敢有听过一条歌叫做“哼哼哈嘿”，囡仔用两节棍？周杰伦的。哎呦，这支就是周杰伦用过的。哎，我凊彩讲，恁凊彩信啊。哎，有一个囡仔讲伤紧，伊讲吼，迄双杰伦的吼，迄个周杰棍。其实我再甲你补充一下，我若是你吼，要卖这个物件吼，观众朋友吼，咱都爱吼，甲卖迄个，互因大家来讲讲。对，亲爱朋友，你来看卖，恁呢虽然呢看起来呢，敢若两节棍，其实呢，恁若咧上厝的时阵哦，你再甲举起来，阿妈，我孙啊啦，啊，你真久拢无看电话啦。对。啊！你若咧食饭食到一半咧，迄个猪蹄那个涂骹有啊，这袂使煮油食过，这袂使食饭，对吧？一支会使咧用800项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师傅就是甲这两支用到乌去，但是我的蹦车师傅拢咧乌面孔有啊。所以咧，一项会使用做800项啦。